哇，咁香嘅 ！Chef Alex 你煮緊咩哦？今日鬥雞蛋煮沙茶醬肉鬆撈麵，裏邊嘅材料加咗左口魚同蝦嚟調味，出嚟嘅味道更鮮帶點淡香。所以我哋準備一煲嘅熱水，將一塊嘅刀削麵放入去，大概冚蓋煮3分鐘。大概3分鐘咧，我哋就可以熄火，然之後將呢個刀削麵撈起上嚟。然之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嚟調個醬啦。所以我呢度有準備咗2匙羹嘅蠔油、1匙羹嘅生抽、2匙羹嘅沙茶醬，同埋2匙羹嘅麻油嘅。呢個時候我哋就將個底醬攪勻佢，然之後加入我哋頭先烚好咗嘅刀削麵，一齊嚟拌去。好，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上碟，加翻幾顆我哋頭先預先烚好咗嘅菜心，撒翻多少青葱、芝麻、紅辣椒絲同埋雞肉鬆嘅沙茶醬肉鬆撈麵。開餐廳嘅你哋可以揾劉志峰幫你送貨上門。